Hello，今日帶大家嚟睇下我期待咗超耐嘅領跑 D19。第一眼望落去，外形係咪有啲似曾相識？但係咧，佢喺細節上面做咗好多升級。最驚喜嘅係佢嘅定價先25萬到30萬。如果最近想換車嘅朋友，一定要等佢上市，千祈唔好找補。坐入車入面，第一感覺就係、哇！呢部居然係30萬可以買到嘅咩？豪華感真係直接超標。3排座椅都用咗8萬級豪車同款嘅真皮供應商，坐上去真係舒服到唔想落車。內飾細節都直接拉滿，珍珠打孔座椅、大師級滾邊工藝、高定 V 字行縫，真係估唔到25萬起嘅車居然可以有咁嘅配置。空間表現先至係重點，88%嘅得房率。2排零重力座椅標配，中間嘅寬敞通道，大人小朋友上落車都好方便。仲有個新功能，全球首發嘅新野氧艙，長途高原嘅缺氧場景。講真，我都已經想開車去西藏實測下呢個氧艙效果。第3排仲支持電動摺疊，8秒就搞掂。純電版本仲有驚喜，車頭有個超寬嘅電動前車廂，今日真係大開眼界。176升嘅容積，帶220伏嘅電源插座，甚至可以加裝廚房套裝。對於中意露營、長途自駕嘅朋友嚟講，呢個配置真係剛需。好，總結下領跑 D19，領跑今次真係落足重本，無論從配置咧、空間、豪華感都完全超出30萬級別嘅預期，絕對係家用 MPV 嘅首選。如果你最近預算25萬到30萬，想要一台空間大、配置高、舒適度夠高嘅車，領跑 D19真係可以值得考慮。好啦，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，我哋下次見啦，拜拜。